因为咱已经进入了迄个第7篇，第到第8篇啦吼。咱行虽然讲人较紧紧啦吼，最主要啦吼，听上好啦吼。啊，因为爱看清楚吼，啊，伊就有点离心怀的物件吼，咱感觉愈无啦吼，啊，咱感觉愈有通伊，就参照活头头学这样吼。啊，愈有播就愈有。啊，你若讲有人讲过，其实若要多安尼播咧吼，你其实迄个物件一直走袂出遐。吼，啊，像讲咱拄则讲起安尼解说，因为咱应该有概念，吼，安尼对啦吼。即摆咱讲到即个第8篇啦吼，咱华都对咱华留一遍吼。是祖师其做客保留。是祖师其做客保留。新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新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有时两种姓法。有时两种姓法。应该称南陵北秀。应该称南陵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二学者目的中处。二学者目的中处。所谓中法。所谓中法。法本一宗。法本一宗。言有南北。言有南北。法则一种。法则一种。见有二执。见有二执。好名顿渐。好名顿渐。法无顿渐。法无顿渐。内有离顿。内有离顿。故名顿渐。故名顿渐。哦，当然，这品啦吼，就是讲这个顿渐品，顿就是讲叫做魔的意思，顿就是讲叫做魔，叫做假的意思啦吼，叫假的意思。将，这个将，就讲叫做触体，就讲。伊我当一时开嘛，就是叫做讲修，这个讲就叫做处理，这个是叫讲修啦哈。讲修啦，不过上种的方面内底当中，伊叫做顿魔，叫做刚魔。上种的方面就是讲这个物件哈。上种的方面就是讲叫做顿渐的功夫。但是因为今日讲我第8篇，就是咧讲顿渐的功夫。这个顿渐的功夫，毋是讲咧学习观，甲咧学习家。其实学习观甲学习家，含经典内底完全什么关系都拢无。60岁伊都毋捌一字，伊拢毋捌字啊。但是伊有法度做咱佛教上种的第6个祖师。若安尼讲，伊着学习来论啦吼，60就是安那去查档，咧做伙头分尔啦。讲歹听，伊无资格，若经过甲无，甲迄个甲新手比，新手是教授所的咧吼，若要甲讲新手是咧博士的咧，若做袂呢，伊博土的，但到尾发生博土，迄个叫都是博土的，毋是博士的。若安尼，咱就了解讲，其实真正的正法，毋是劳力文艺，毋是劳力金钱，毋是劳力地位，毋是劳力这物件，伊是劳力你的地位，地位，所以顿渐的功夫是这个所在。咱知影，达祖慧能，伊是咱中国在东辽一个捌叫对象。迄阵当时伊是无咱文进同讲，伊讲你上咧环境的时阵，伊讲你毋捌文字迄个免咱解释，讲以上必须用啲文字你都毋捌文字你哪甲解释？所以咱讲，书本苗栗非官文字，咱开门见山，因为
开幕啊，就是开门见山，你一讲的就是啥，就迄个重点。哦，比如讲过去迄个个，咱的时阵啊，迄个个微技术，伊伫第一篇咧就讲，因为哦，但唔发了。我问的毋是这里里口口的物件，我这里里口口物件，我毋是安这。我要了解你法律重要性，迄叫做开门见山来个物件。那讲自性本自清净，但初心不要成分。这句话是有物件讲会出来呢，啊无你甲讲看卖。那这句话若做当时，我就讲出来，我但唔发了，啊你要讲哪里来讲？咱有点这大上分享袂出来呢。啊无当时新手，哦，你去写手机来当变色，啊我就要互你做分，我就是要办啦。对古代上帝人来话，以前人咧讲，新手是咧教授孙呢，伊咧带1000万名弟兄呢，若要甲讲起伊，我就讲，我老啊，我嘛爱传承咧，啊我真系用甲传到6座位嘅，即边人跳起来咧，啊我而且喺当中，几10年，啊今日你嘅时阵啊，迄个师傅啊无公平，啊传到一个乜嘢回乡，啊拢无经过迄个道理。是毋是安尼？所以伫迄个时阵会补满呢，毋但6座为赢。迄个时阵去互5座发觉讲，哦，我爱个人已经出来呢，伊爱人已经出来，伊慢慢就较紧呢。毋但伊讲，恁若当伫迄个啊，即个发动的内底当中，咱讲，恁若当写手机建设，啊我，把地。大祖师，我无在就传到第6届。我以前咧甲讲啊，敢毋是安尼吼？啊，但10万名弟兄，大家啊，即个无到，这是阮教授书，这阮教授书工话，这毋是阮的工话，敢是安尼？阮着本来面你拿错，啊，这你来讲啊，这毋是阮来讲的。啊，大家拢说，哦，蔡经理你来讲的，你来讲的，你就蔡经理来讲。啊，蔡经理，我袂，你敢袂知安尼讲？啊，哪安尼讲的，当然就闹去啊。伊安尼讲。我若无写手机，往尾我而家出教授书咧。啊，我若要写手机，就惊我无见识，啊，就惊我为着这个座位，是毋是带上一堆咧？啊，那为着迄个当中带上偌久，我想一下，因为写手机，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求你心，无事解是咱为了因抽这手机去互做，我惊13单。你要行出行，伊行13大，无信心啊！我今日若手机吼，咱的合作还是伊若我变成，我要按怎说来讲？啊，若伊我无变成，啊，我为我而且会当用遮久，啊，变怎？迄偌艰苦你知？啊，几年拢会分钱呢？啊，就是啊，伊个到尾时，而且人变弄好啊，啊，迄个咱合作家咱的做事人去看着吼。啊，若师傅讲的时，就讲啊，即首先讲我就说讲啊，师傅这是恁学恁弟恁互我写来，恁互我来恁弟子来变了吼。所以真正你要互我等咧，几年拢无分咧。啊，到5座用帮几个拢看着，一人叫人家拢看着去手机，是毋是呢？真是看咧，这是如今个来是去不是个是啊，哦，伊就看伊个，就甲叫伊啊，其实你怎吼？这伊讲你写来，不是啊。主要是地主想对啦，不敢忘记作为元师解说优秀地位吼，我唔敢求作为啦啊！我是叫师傅讲，我地位是到对一个所在。迄时阵咱讲讲啊，怎讲？你做出去只搞问话，不认问话。你做手机认问我尔，无用呢，无一袂叫问来啦，可以讲。无上菩提了无得，无上菩提殊定见啊，色本性变本性。讲是话吼，规个人讲会歹个，我看这个希望，啊，我用心写手机，想好啊，我来叫手机哦，都偌好咧。结果当中，毋是咱五祖爱物件，毋是咱做出看来看着，所以我是无用。哦，而且时阵，你来当念这手机。恁是免着什么的，有无？但是考虑那个嘛，哇，这你看心里去，这不是那个开始考虑。我连到什么人听着？
用遐目标去互迄人做委员，人听着啦。啊，委员迄个毋捌去，听着伊就捌啦。伊讲是，因为伊是毋是一个发财？伊是一个，伊从啊你从啊测查，有一个人伊来出金毛经，惊伊听着金毛经，好几年伊就开悟，伊听着讲伊就开悟。如果讲信是菩提心，信如冰，啊，信是求，信如水，个真啊，伊听伊嘛通，伊无见识，那买咧就同我讲。我嘛想要你甲人写一个，你这了我发了吵吵啊吼，发查经济也是要，想要去，但是人咧就同啊吼，人甲人带去，带去当中多有一四面将军单位面咧收迄个呐，迄个标了啦吼，伊讲啊，原名是啥物物件？你啊写手边啊，你这个标，你这发啊。你这个想要甲人写啦？伊讲哦，伊讲啦，讲用亲人实是无论无几多吼，下下是有上上以上上是有累计啊，用于亲人实是无量无几多啦。哦，啊，所以伊咧当中，伊那个听出话当，伊当讲哦，啊，这个人啊，确实有脑筋。啊，你若得着作为你家来个我呢？我伊来甲讲啊，我等你写一个哦，就写。我哋不过像兵嘅，如果第本来不得随便嘅，阮老爸较早school人讲伊咁样，好叫歹声，我知影，啊，你叫我做我袂晓做，即个你听无？你叫我写这个道理上我袂晓写，但是你有见识，我无见识，我看有啦，跟他讲安就对啦。我当然我做，咱变变啊，即当然根本是创哪位？人家讲哦，啊，一定是阵啊，迄动手的伫咧讨论咧，哦，啊，一定是啥子？我做惊者要因为想要个啊，你这些，搞破掉了，伊啥物事？这个人出来哦，这个无小心无细人的问题，我哋讲无好事，这是无好事。大家继续嘅，先至放低少少，路邊嗰度先至見到隻唔識嘅點啊，叫力量。轉移焦點，嗱，做呢個咩？我做呢個咩？哦，如果係時陣啊，你成個用政府啊，我是要等你命，你政府話啦，救人，向太命啊，嗱，講嘅話攏係呢個物件，所以呢個時陣，嗱我做那兩億政府嘅國債，超級兩分，因為唔三間，你兩分冇掉。哦，迄經過咱知，因為人講做當然攏會知這代志。我即個要講者，叫做本將的功夫。我是講你講這個，你唔能夠聽到邊啊？咱若做會員當中，人看着，咱唔看着人，這叫做啥？甲我，但是先像呢，將處的將去，安尼呢？不能早啲想法，想不到路用。未繼承想不到路用，未開我想不到路用，伊個唔係哦，迄個山東一個迄個啥物人，迄個個小行，迄是人手小行。講以前我請教你一個問題，講你要請教啥問題？伊講哦，我大家哦，有啲細漢哦，就入去廟寺啊，就入去時陣來修行啊。講若無開悟啊，講袂當有分享安尼對。按入去咁當然有開悟啦，安尼啊，伊咧問我這個問題啦，安尼講我若入去就一定愛開悟當分享啦吼，安尼大家攏是相當關鍵。迄個開悟毋是用教來啦。開悟毋是用教來啦，我手甲你比日頭，我這個手是日頭啦，按照無，我是要甲你比日頭是日頭，你這個手甲日頭，遐你就愛家己學啊，愛研究啊。文學老師咧講誒，文袂當盡道啦，啊文會道啦，你聽意思無？文袂當盡道啦，迄個文袂當講到迄個道啦，哦啊文毋是道啦。啊！恁今日而家講嘅語言，迄文字迄種文啊，是你而家修啊，互你安尼學，互你哦，講日頭，互你睇住哦，啊日頭就是伊啊。
迄叫做豁然贯通啦，啊，迄叫做感悟啦，毋是讲离啊你啊，啊你文艺写8分，安尼就叫做开悟，不是这个道理啦，迄叫做学习啦，迄毋是叫做学会啦。咱日后咧答我，学习对1年、2年、3年、4年，1年、2年、3年、4年，迄毋是叫做开悟，迄叫做文学啦。什么叫做文学？伊头人啊，记较会牢个，啊，跟啊照迄个程序甲写落来，哦，安尼，迄个老师讲了解，你著有下迄个意思，下我内底的迄个老师，哦，的迄个意思，安尼尔啦，有拍尔，毋是叫做开悟，开悟毋是伫文艺中的内底，开悟毋是研究中的内底啦。如果甲你讲，由于时间哦。由于影响题目，是人影响都不能变出来。由于实践哦，识到一切灵灵色色事实。由于闻声来题目，你确实若用音声来咧求我，爱听我讲道理，用音声来咧烧求啦，这种叫做外道啦，那叫做色声香味触觉，这个就求不啦。啊，那安尼开悟要怎解说？安尼有没有？迄个开悟。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智慧都有够，你已经的能量是够有够，到一半当中，你就复制就去跳去，一推打碎，大概10年，安尼叫做开悟啦，毋是拄小一堆啦，我讲是安尼吼，迄功夫就是安尼，会讲一个道毋是道啦，咱而且讲不然袂记，迄拢是讲文字啦，安尼啦，所以即个。五角将处道理会知影，所以我拄则咧讲个新秀啊，讲新秀甲合作会个。恁若合作关键，你爱甲饲，你想者咱是安怎伊向我个人去想迄个物件，你会知影讲过去世人是地上波来转世，但是人伊的能量是足强的，人伊的智慧是足强的，伊毋是学识足强，伊的智慧是足强的。啊，新秀是学识足强的，但是伊的智慧都无。啊，学分就是咧学分就是咧学智慧，就是学知识。跟方面就是安尼，所以因即两班，就是讲新秀，你讲甲合作会的，因两个哦。啊，但是外人呢，看路见尔，还是有识的老，迄个外人咧看路见啊，看因两个，哇，人年8秀，人年应该会识得啊，两个地主。两个地主为是讲，应该是阮亲手得到政法，啊，因为凡是咱民这个政法，阮亲手的当时的时阵，哦，伫迄个人做会议的当中，因为做教授书，应该是阮亲手得的。但是，啊，会议就讲，啊，因为地主就讲，阮司法得去，就参两证啦，有影响一寡人啦，吼。伊咧道中来造成，啊，这个都是传媒我才来，嘛是传媒我才来，那咱家己住啊，因一个地主啊，家己讲嘛该搞这物件，但人新秀毋是安尼，你这两个看人新秀毋是安尼哦，人新秀确实真正，伊要得到，是要得到，伊当时叫伊的地主继承，当伊新秀，当伊人做会员。去发展，毋当参与伫迄个咱，伫迄个发挥着。啊，互人做甲讲，内面有细作，内面有细作，有无？恁若读册顶有这，啊，这个细作叫做哪？这头发的，头发啊，好嘛？因为若做用，内面有细作，大家毋通细作，毋知偷听法。至少会甲伊讲，无。我毋是，安怎毋是？伊讲无讲是，讲着就毋是，讲着但是讲着咧，所以伊咧讲伊作水会吼，后壁是啥物件？啊，所以迄是当时新秀，吼，叫伊志向，因为当时每一天迄内底当中吼，咧做伊呐，伊文书内底当中，每一天特别请伊为前，到尾，因为新秀内底当中，伊甲讲，当时。无做法是叫甲做证，我无得到即个即个做书的法，啊，伊咱们请到即个志向
要去甲请人做会员，来到迄个这个北京的酒店来做民宿。去日后当中，咱会员，伊无要来我老我不爱去啊，爱嘛无爱，真正一个收入爱个物件，伊无啊。所以咱就讲，若安尼伊无倒来，伊会发一个点头，咱就讲，自我无作为之界，出现方面为之，我们这个出现方面为之定，自成地为之非。咱讲历史教的物件，介绍为就是安尼，咱有看历史的介绍为是哪？是咧因上圣人，我介绍为是因最上圣人。如果讲自性无为，自性界；自性无起，自性无乱，自性定；自性无起，自性为。不清不净，自净光，心与心人对上嘛。伊就讲这物件，哦，这后边拢有讲出来了。这是讲物件，讲到这物件，顺便咱绕一下安尼啦。这人应该就是咱开门的变成开山的变现。咱今日学有啥物件？你这物件学着，靠你才可以。是吼，所以是啦吼，这个做书以做个保留吼。这个保留啊，当然人家讲的更秋啊，更秋啊，这个发现时啊，保留啊。迄个早期较早，迄叫做南方，迄个最是所在是更秋，迄个我去，迄个所在人当时或者叫做有良场，我有想，迄是一个足浓厚的地方啦。当时咧中国，伫迄东条遐人咧喊国外，咧交易，拢是香港一带，广州这个一带，这叫做南蛮。南蛮就是哪？就是一个南方上界无开的地方，叫做南蛮。咱叫做番仔咧大地区啦。甲所会员因老爸，伊过去即个个中央北京，伫京都内底，哪有咧做官职的啦？但是讲听讲，啥物有做毋对，去互编辑到领人。来讲领人了后，过程当中会员因老爸就来离开世界。那会员，因老母叫做上医会员，这个典故就安尼啦。离开当中，有会员离去彻查，来咧恭喜伊老母。离开当中听到一个行者咧读金刚经，伫迄个因缘咧行者站了黄金来做着了咱会员，安搭迄个老母的生活，伊行一个月。当行去到的时阵啊，迄个个玉山寺，建南玉山寺，迄玉山寺就是伫迄个呢，伫迄个北方的这个乌北啦吼，迄个所在，这典故是吼。那因为这个西周书以保留新秀大师，这个新秀大师啦吼，建南玉山寺。这个岭南甲乌北，听讲啦吼，因为以咱我所了解，可能就爱有哪是过来跟这个车的，咱相关有一地，你听人做有名吼，为着广州去到乌北，该听过话，用听过话，听过话，咱爱去对吼，迄是安尼啦吼，玉山寺新秀代，京南玉山寺。有是两种性法，两种性法性就是讲，这个个性就是讲，这个个把伊风，这个把迄个法性法就是讲，把这个法甲风法，性很丰杂，把风发出来就对啦吼。两种就是南北两种，两种就是新秀一种，甲会员一种。南北两种，安尼对啦吼，伊才有这个两种性嘛吼，是两种性嘛。人家就叫南明北秀嘛吼，南大家讲像我这南明，南明就是会员，北就是新秀，所以咱这种啥咧讲安怎？讲叫做南将，佮叫做南奔北向嘛吼。咱即嘛有人常咧讲南奔啦吼。南
分吼，北上吼，哦，啊，这个讲叫回灵嘛吼，回灵嘛吼，啊，这个新秀嘛吼，啊嘿，这个南陵北秀，因这个介绍，啊，因为伊虽然讲是北上啊吼，南分北上，伊嘛伫咧方法理想啊。啊，咱上帝讲说讲，望着地上走，啊，望不着因遐想，就是安尼。啊，你坚守人修，啊，着做成什么样？哦，安尼着。当时咱嘛知讲母亲天来邀请着了，哦，即个咱甲做迄个新秀，哦，伊伊个时阵啊，伊来做伊个，哦，伊个即个文书嘛吼，所以伊迄个时阵，新秀伊嘛会用心个去。享受，啊，我而且受着将来内底当中，安尼享受着即个遮尔啊好个物件，但是我无真正为人开发即个道理互人，所以当时伊嘛该做内疚诶，所以伊嘛是家己有良心啊，所以毋当当中咱叫着即个志向，当看落来即个南方诶时阵吼，啊，即个。啊，咧偷听法嘛，迄我讲咧偷听法，啊，到尾当中咧，迄时阵啊，哦，咧去一寡即个做法，把这物件，啊，摕等个时阵啊，北方啦吼，啊，讲物件，我是当时个时阵啊吼，啊，甲做批评，看南方咧讲个物件是啥物件，啊，来讲来听这意思吼，应该啊，这个南边发现。古有南北二宗，顿成之分。教人讲叫南北二宗，南北宗啦吼，南北北二宗，即个之分。而学者目的中处，迄个学者就是讲，因为遐个当时个一个学者目的中处，毋知伊个即个宗旨个即个意义，毋知宗旨的这个话趣啊，吼，迄趣的处理嘛，吼，就甲你讲话讲，你今日你对一个无开悟啦，即讲大乘法，伊无趣味啊，伊嘛听无啊，啊，你来讲我问伊，伊听得毋不足欢喜，就咧想讲讲，就伊咧讲是建议咧道教，哦，你听无你甲讲迄较路用，你甲讲说比嘛我听袂好势，敢是安尼？哦，安这。食汤面，哦，啊，你讲泡汤面，有些伊食得好欢喜，就像我迄个当中哦，去到迄个林地啊，我办事吼，我做囝吼，啊买一包迄落哦，迄个汤面去，我看，比如吼，现场先挂咧写写，迄个比你写到好个地方，哦，安尼对啦吼，啊，所以呢，伊讲要食偌好啦。所以意思来讲，今仔日若真正要学大乘法，若真正无了解迄个方向，你无兴趣，我想讲是咱好势，咱一般就是先开这个公司，先见即看，好，咱大概有根基，因为咱大家出来学，啊，你若我到有人家来讲爱上，我咧培养爱上，去看领领我。进前，你办到11万算到11个，11个去听你有谈钱，11个你讲几个名？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你看袂使？哦，啊，好成爱上一个爱上这话，爱上11个去听人做房间，啊，一个好成内底当中1、20个真正我做来算11个，哦，啊是安怎你今日有兴趣？这叫做宗旨。宗旨的兴趣，对这个宗旨的兴趣，这个干那个，啊，这个叫做啦，这个宗旨的道，这个宗旨的道，所以叫做万教归宗。你了解这个道的处理，干那个叫做宗旨。啊，学道者，你要了解宗旨，你了解宗旨，这个道的是什么物件，有兴趣。因为那个伊学术，伊是学术，术
伊是学术，毋是学道，伊毋是学道，伊是学术，所以就无兴趣。学术就是用咱个你用经验，按讲上物件，你讲你研究物件叫学术嘛。学道呢，伊就研究定义，所以伊这就是无相同的人内底。所以你去会真正去对倒个兴趣，叫做专注。但是思维足法，当然而且而且当中有一点人啦咱知影就是后迄个当时咱读做迄个时阵，后迄个做官嘛，后迄个做属龙工商嘛，有佛教的嘛，有道教嘛，有儒教嘛，迄个第1500名其实拢有即点人伫个，所以呢，因为伫迄内底当中呢，话较实实，要听到即个讲论的即个教育，毋是逐个有法度去听。所以伫迄个当中呢，所谓俗法，就是讲所谓俗法，所就逐个讲啊，即点先讲。法本一宗，言有难法；法则一种，言有二种。伊讲即个法本来一宗。什么叫法则一种？法者为无法，这个法，这个咱叫做法界、法界、法界，唔是叫法相，唔是叫法相。这个法相是有形象的物件，这个法界就是无言法界。即伫即个法界内底，所以我过去常讲一句话叫做自然，自然的，我听法叫自然的法界，自然的法界，有一句话无？叫做自然的法界。这个法界叫做自然，因为这个法，这是叫做自然，因为这个法是由名所说，一种物件会当写物件，毋是真正，伊后壁一定讲，伊后壁就解释出来。法的一种名，有1000万种。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它就参照水，比如水，安尼啦，恁听好有啦水的下底，伊是个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就哪？你这水伊本来叫做清水，伊叫清水啦会臭水，会毒水，会热水，会咸水，会迄个会什物件？泡茶加水，会汽水，会什咖啡水，什么水？这叫做千差万别。但是因为我这个水，甲解说这个法，这个叫做法界，因为你这个法界会当贯通啦。贯通一切千差万别的物件，这叫做界，法界，这叫做一个界限。而法的这个水的内底当中，会当贯通着千差万别的迄个界，咱讲叫做法界。这个法界当中发现一种，伊即个这一个比如啦，就是比如讲，咱这个见性是一种的，自性是一种名。恁今日你有一个自性，你讲你两个自性，但是规这个身躯出来就哪？有目睭，有头毛，有毛孔孔，有大肠，有小肠，有器官，有啥物件？这个身叫做千百万别，安尼讲听？就是因为这个法界贯落来的物件，贯通的物件。你若无这个法界甲贯通落来了后，你这个千百万别，你规身躯的物件呢，爱提个。咱逐个晓得到迄个long殡仪馆，伊就爱随便行，无变个，根本上他们会发吵。因为这个无贯通过，这个法界已经无贯通过，无贯通过，无贯通过开始变化。所以你今日这个法界，或者这个法界就是讲咱的自性这个法界，但是伊这是叫名说，但是有法界了有地就。
讲啊，地就是慢，接哦，地质电影地质，看有迄较紧的，无较慢的。就参照咱各位修学道当中为得到了，好是足欢喜的。啊，为得到你讲讲有切嘛，听到咱是爱咧听有。嘿，无啥感觉咧，迄叫做地质，迄叫做哪？顿接的意思吼。何名顿接？为这很解释哦吼。地质，何名顿接？顿就是讲接，接就是讲对。刚才讲的，安尼你问看对。发无顿接，听好咯，发都无顿接。这个水的内底当中，伊无对立，它绝对没有对立法，伊绝对无对立法，伊叫做绝对法，伊叫做绝对法，绝对法。所以绝对的法，它没有对立法，下底这个一切的这个叫对立法，是不是对立？泡咖啡跟泡茶水这个对立法，安尼听有哦？臭水甲咸水拢叫对立法，一切物件的拢都无对立，但是唯有这个法界无对立，就是唯有着这个法无顿接，加这个自性无顿接，无顿接。顿接是对自性的下底啦，到顿接，唔单咱想出话讲安尼讲，何其自性本自不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后边不会当啥，何其自性连性万法，后边不会当啥，迄万法就是对迄个书本一定造出来物件，若有迄个书本的一定拢不灵，万法就是对迄个书本。迄个本就是因，书本就是因，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是因吗？何其自性本自不相是因吗？何其自性不动摇是因吗？何其自性本自不相嘛是讲迄个因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法的意思。何其自性灵性万法，就是开始讲顿接，顿接就开始对立嘛，就是咱讲迄个对的这个对立，按条意思啊吼。其实咱的自性，咱想讲在心，在性不精，啊在凡不减的物件，叫做不精不减不定不息。所以法不顿接，内有理顿，高明顿接。内就是讲咱的内心内底当中有理，甲有顿，顿就是讲这个菜叫做顿，理就是讲这个菜叫做来。其实这是一个名词，理甲顿，这个底，这个底甲尖，这个顿甲尖，顿甲尖，这种讲一个物件，伊是一直比喻出来的。哦，道名这个，我所以才讲出来了后咧，道名甲这个顿讲品，我当然甲这个做顿讲品，但是这啊，所以呢，伊咧讲的就是法种，你来记，这个我咧讲就是讲叫做法性，咱的法性，咱的法性。而咱的佛性，咱的佛性所下底落来，咱的自性所下底来，叫做千差万别，拢叫做对立。但是，就是我拄则讲的讲，讲以真期望，以真期望，前望归真。这句话，就是讲这个道理。以真期望，就是讲这物件，这个真就是讲叫做发现，这叫发现。发现就是讲自性意思。而这个发现，这个叫做不变，叫做发现不变。但是期望叫做千差万变。大家听吗？你这个妄的先是想，这个叫做想。这个叫做思想，这个思想是千差万变，所以咱讲有人来做人讲，思量恶思，成恶行；思量善思，即成善行。自性变化安怎成恶？迄个是自性变化落来物件，但是这以真期望这个较少。所以千差万变这个思想，发生即种，发即种，我建立地质，
这个千差万别。你嘛讲，这个对立了后就千差万别出来。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若四卦咧延伸伫咧偌济物件，你有着拢袂内底啊。但是你对你无极也袂生叫一种，自成叫一种。你叫地震就叫对立嘛，阴阳对立啦，后边就是对物件出来，叫做千差万别出来。所以呢，考虑顿接，顿接就是对这个自性所产生出来的顿接。我无顿接，这个自性发生到顿接，无，但是内有理解，就是讲，咱人的思想中有内甲有内甲有顿，有内甲有顿，就是讲有聪明，甲有含能对啦，甲你讲着。所以呢，你以之起妄，这个妄就是思想的物件，变化物件。但是你要知影哦，你这个思想的变化内底当中，是一定要有这个物件。这个不可能，那我之前讲的，数本就是感觉物件，数本是同一个东西哦，但是千梦千差万别了后，这种是一个假象，这种是一个假象，这种是一个过程。你一定要到位，你要规划这个，你要规划，你本来你要出，你要规划得得嘛。你不能规划不假，你无规划，你无规矩，无咧规矩在去。你一定要规矩啊！规矩啊，叫做哪？叫做哪？规矩，规矩负面的，负面的。规矩当若负面呢？规矩当若负面呢？互着你这真如本性呢？你若无规矩，你要互会你真如本性，你不就互你真如本性呢？所以咱今日看到这个所在来，咱就知讲，今日咱有一个发生内底当中，到我同走千差万别，毋过咱就是啥，修行到就是要回归了咱家己个心境个发现，以及顿接，将落去后半段，来到这个世界中间。我来说简单的比喻，我是拿啥竹笔，叫做把笔上竹笔嘛。但是我这件衫我穿久了，乱了后，这件衫会变竹笔的，开始变化。因本来这件衫为本来就是笔，伊的本质叫做本质，就是笔。本来本质就是水，但是因为你后边这千